有风声讲，今年4月电池可能会起25%，民生用电用500度以上者可能会起电池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，电池敢要起，会交予审计委员会决定。去年4月，台电起电价11%，不过去年台电累计了钱犹原达到3820亿。有消息指出，台电建议争取今年度以无了钱为前提，电价建议起25%，民生用电可能为700度下修到500度起价，大约有300万家庭用户受冲击。是希望台电，是不是不要再这样亏损了？相关的政府补贴是一个我们第一个要去争取的。那至于电价的部分呢，后面的情形，电价审议委员会会去做详细的讨论。那电价传出起价，导电水价也强要起，因为台湾的水价已经挖30年无起价。传出台水公司去年了挖43亿，水利署回应水价确实有检讨的必要。未来建议调整级距，为今卖4级救援到67级，就是水用愈多，水费愈贵。那最后定案要由水价审议委员来确定，外界预期5日空了后才决定。另外，针对国民党团近日提出核电厂延役修法，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，非核家园不是新主牌，核电安全才是新主牌。这个部分会尊重新民意声音，增加提醒核电要延役，除了安全审查，用过的核电料储存问题，要审慎评估。永久性的干式储存槽没有办法进行的话，那势必就是放在核2厂或者核3厂内部，湿式的部分储存，核电厂内部储存池的部分已经相当的满了。如果以核厂来看的话，目前平均每一个池大概是放超过4800支的燃料棒，那几乎就是800吨以上的重量，所以是相当局限的。那这是未来如果核2、核3要延役的话，势必会遇到问题。新国会那也想要修法为核电厂延役改图，另外专家认为，除了要先突破现有法规限制，安全取得当地民众甲政府同意，佮检估核电厂延役的安全性，最后佮通过核安会审查，恐惊毋是第一时间就会当定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